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我要用台语的，搁来读一摆，因为即节的经节，值得咱用2款无共款的语言，然后来想2摆。过几仔日，耶稣搁入迦百农，人听见伊伫厝内，就济人聚集，至到无空地，连门口也无，伊就讲道理互因听。有带一个变衰的，就问伊是世人跟伊来，因为人多，话问我，就伫耶稣踮的所在，拆厝顶，互伊归空，就将变衰的倒伫坡仔坠落去。耶稣看见伊的事，就甲变衰的讲：细囝，你的罪赦免啦。有几仔个经学师坐伫遐，心内议论讲。即个人怎样安尼讲啊？伊是欠权垃圾，除上帝以外，治罪为赦免罪啊！耶稣心内念理知，因有即号的议论，就甲因讲：恁啥事伫心内议论遮个啊？甲变衰的讲：你的罪赦，也是讲起来举你的仆仔来行，打落一项较快。独独要互恁知。人子伫地面有权通赦罪，就甲变衰的讲：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仆仔倒去你的厝。伊就起来，伫众人的面前，随时举伊的仆仔出去，直到众人拢无影，规应跟上帝讲：阮从来袂捌看见安尼事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读一个真特别的圣经节。伫即个圣经节内底，伊讲起耶稣医治一个变衰的，但是耶稣医治即个变衰的，伊的地点是伫迦百农，真侪人聚集。然后即个变衰的伫啥物所在受到医治？伫厝内还是厝外？厝内。但是趣味的是，耶稣伫即个厝内，不管伊本来是咧创啥，伊是咧讲道，伊是咧勉励，还是咧做啥物款的代志，伫迄个中间全有4个人。扶着扛着一个变衰的，4个人扛即个变衰的，扛伊去佗？对门口入来吗？是安那无对门口入来？收济人，无法度入来。哇！这若安尼想的，可能台湾嘛有伫选举的时有时嘛是安尼啦吼，10公尺爱行6分钟，行拢袂入去安尼吼。我想伫迄当时，耶稣可能嘛是伫即种的状况，所以有人足想要来就问耶稣，有人期待会当见到耶稣，但是无法度对门口去。所以即4个朋友全将即个变衰的扛去到厝顶，将厝顶拆掉。厝顶是安那会当拆？你若详细看吼，即个图，伊这因的厝顶生即落形啊这是真正的厝吼，厝顶生即落形，所以用土甲茶几也是房吼糊起来尔。因为即个所在真少咧落雨，所以因会当全拆即个厝顶。若是用即个图来看，会当看见讲全厝顶拆过，连迄个铺仔那个褥子，迄个若用真诶话来讲，可能用迄个担架，迄个担架全安尼甲垂落去，拄好伫耶稣诶面前。我毋知讲到遮诶时，你看到啥物？事实上，伫今仔日咱所读诶经节内底，即个变衰诶敢有讲话？即个变衰诶敢有甲耶稣讲话？无，圣经无记载。但是耶稣有甲变衰诶讲话，伊甲伊讲：你诶罪赦，伊讲摕你诶仆仔起来，转去你诶厝。但是伫即个过程诶中间，趣味诶是，即个圣经拢无记载着变衰诶有讲任何话回应耶稣。但是咱伫遮你看到啥？我看到伊即4个朋友，即4个朋友用尽办法，即4个朋友用尽困难，即4个朋友真正亲像 UPS 所讲的使命必达。
我要将我需要找耶稣的朋友，我搁安怎，我嘛要将我的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想有即款的朋友实在是真好，有即种的朋友真正是人生的贵人，有死的。伫即载的经节内底有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当耶稣甲伊讲你会做蛇，有真侪法利赛人论士，然后伫边仔伫遐咧看热闹的人，伫遐咧甲耶稣拗念。伊甲伊讲，什么人会当医治人啊？什么人会当赦人的罪啊？你也毋是上帝，你也毋是神啊！你才会当讲即种的话，你会做啥？是安那耶稣有即种的权柄讲即种的话。真侪人去找耶稣是为着要医治，为着要讨伐，但是真可惜，即阵人要找耶稣，只是要找耶稣的旁，见缝插针。伫即个中间，咱人无论是心内需要，还是肉体欠缺，当咱愿意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咧求讨的时，咧祈祷的时，恐惊伫咱的身躯边有一种的人，伊伫遐咧讲，你才会当安尼祈祷。哇，即个祈祷伤大啦！就是讲啊，即个小可代志来当祈祷。请问咱的兄弟，伫你日常生活内底祈祷，你拢祈祷啥？那大个要祈祷啥？祈祷头路啊，钱多事少离家近。啊，祈祷迄落对象，上好就是缘投飘撇，有钱好囝。啊，上好就是会当娶到一个真水的迄落太太，会当生30年的福斗。咱会当有真济无共款的祈祷，到底对一种祈祷会当摆咧伫上帝面前？啊，若有个人祈祷伫开车的中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甲我备办一个停车位啦！我咧找无停车位，我真足赶紧的啦，得要卖赴啊啦！哇，主啊，你看会当互迄落火车较慢一个啦，等我一个啦！主啊，有真济物件哦，真小可啦，但是我毋知会当伫你的面前讨卖啦。请问咱拢摕啥物祈祷来到主的面前？到底什么款的祈祷是上帝会听？是主耶稣会听咱的祈祷？到底是什么款的祈祷，才值得咱摆咧？什么款的祈祷会当得到主耶稣的感染？可能咱每一个人所想的拢无共，咱的标准拢无共。有可能咱是亲像伫即个变衰的人的中间，即个变衰的人，伊需要的是医治，还是赦免？变衰的就是迄落残障啊，袂当行路的叫做变衰的啦，迄落台语叫做变衰的。即个人伊到底是需要医治，还是需要赦免？即两个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啊是即个人若囥伊到遐，带伊到病院，咱全人讲啊，即个人哦，逐项拢无强，敢若欠一条轮椅啦。今仔日咱所讲的重点是啥？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内底，耶稣对即个变衰的讲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摕你的仆仔转去。圣经拢无讲到即个人有对耶稣讲啥物话，但是即个人全起来，摕着伊的仆仔，当众人的面前转出去。即个人是身体受医治，还是心灵受赦免？若我用伊的行为来看，我所看到的是伊的肉体受到医治。但是若对于主耶稣甲伊开的处远来看，伊所得到的是啥物？伊所得到的是赦免。佮讲一摆，若对伊的行为来看，即个变衰的得到的是肉体医治，因为伊本来袂当行，竟变做会当行，佮会当摕伊的仆仔起来出去。但是若对着主耶稣甲伊开的处远，互伊食的，互伊用的，互伊应允的，是甲伊讲你会做啥，所以你会当起来，我吩咐你摕你的仆仔转去。即两个根本就无交集啊！即两个根本就无共款啊！即两个根本就袂当
当，互咱会当伫遐咧想讲啊，即个病人去找即个医生，伊的病甲伊所摕到的药啊，两个无啥对等呢？问题到底出伫倒？咱圣经的结尾伊讲，众人拢误影，归荣光互上帝，讲阮从来毋捌看过，阮从来袂捌看见安尼事，从来毋捌看过即种的代志。但是最后一句伫12节内底所讲的，伊到底是毋捌看到啥物款的代志，我毋知。因为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有太侪物件，毋是咱会当理解。但是有一个物件我会当理解，是即个变衰的，无论伊是得到身体医治，还是得到伊罪内底、性命内底的赦免，拢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迄死的朋友。迄死的朋友对即个变衰的非常尽忠，要帮赞伊，要会当互伊找到伊人生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互伊重新来向头前跑走。即死的朋友，互人重新检讨。假使伫我人生内底，我哪会当有即种死的朋友，成做我人生的贵人？伫我跋倒的时扶我起来，伫我艰苦的时甲我安慰，甚至是伫我无法度行，我已经无效啊，我已经无救啊。但是即死的人犹原伫迄个中间，甲我相做伴。家己想要有好的朋友，咱爱大声问咱家己，是毋是会当成做别人的好朋友？今仔日当咱伫即个中间咧期待，要有贵人伫咱生命中间，但是伫我的生命内底要有人来甲我陪伴的时，第一项先问咱家己，是毋是愿意去陪伴迄个软弱欠亏啦？有人咧问讲，什么会是幸福？幸福要用啥货算？要用金钱，要用财富，要用厝的大细间，还是要用囝儿孙仔，什么人较济？到底要用什么货来算人的幸福？咱若是有注意到几年前有一个真特别的新闻，讲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国家，对一个？幸福感最高的国家对一个？毋是美国，嘛毋是加拿大，毋是欧洲，结果不丹。啊，不丹伫倒？不丹伫喜马拉雅山边啊。迄个所在，我阁用骹头去想，我嘛知影迄无法度偌好行。遐个生活无法度咧偌好过，但是伊是安那因人民的幸福感真悬真大。有时咱需要重新去思考，因为幸福毋是你会当左右偌济人，总是幸福是有偌济人伫你的左右。即句话啥物意思？意思是幸福是因为咱人无孤单，咱有真济伴会当做伙欢喜，会当做伙流目屎，会当做伙彼此安慰。会当做伙体会人生的苦。什么会是幸福？幸福是人听有你咧讲啥，你咧埋怨，人知影要甲你讲啊，感谢主，明仔载日头悠远会出来。什么是幸福？是伫咱心情真低时，有人甲你讲，免烦恼。有主通去。什么会是幸福？幸福就是伫咱毋知影要安怎行的时，永远会当提醒伫咱中间互相讲，主要所是咱极好的朋友。我的意思是，迄款的幸福，毋是有一个人来会当直接救你，但是咱会当有迄个好的朋友，咱会当有死的朋友，有人生的迄个贵人，当咱离开咱目睭，离开主耶稣的时，有人将咱目睭求转来主的面前。今仔日世间毋是靠人咧救，但是今仔日世间咱需要有好朋友
伫咱袂记进，伫咱迷失，伫咱失信的时，伫咱失去信心的时，有缘甲咱提醒，免烦恼，注意遐。亲爱兄弟，到底啥物回事幸福？幸福一定是所有人大家拢足好的，才叫做幸福吗？有时可能无一定。一张相片，你看到啥？敢看有即张相片？即张相片你看到啥？钱嘛，几只？5只。食去也无算，搁伫倒顶用5只。你看到啥？这照问的啦，5只摆摆的。啊，当伊甲迄个摆起来时，我毋知影你想到啥。你真看到迄张相片，你想到啥？足好食哟，毋是咧问你食啦。啊，钱仔好食我知影啦，即毋是咧问你有好食歹食啦。要想到啥？有钱毋是幸福，这才是幸福。这是啥？我看到啥？你若瘦，有人搁对你；你破病，有人照顾你；你冷，有人抱着你；你好，有人安慰你；你老，有人陪伴你；你毋对，有人包容你；你忝，有人心肝分甘你。啥物会是幸福？幸福是伫咱的四周围有够遐的人，甲咱扶持，甲咱提醒。伫咱破病，伫咱艰苦，伫咱无法度继续往头前来行的时，甲咱讲，毋通失志，住伫遐，咱做伙行。啥物会是幸福？伫咱已经失去咱的信心的时，会当有人甲咱提醒，毋通袂记住，上帝是信实的。咱会记住咱差不多唱的迄条歌，上帝是信实的。伊信是啥物货？伊信是伫咱所背的金句内底啊。是安怎要背遐个金句？就是要搁一摆来提醒咱。今仔日咱伫世间会当得到帮助、得到快乐、得到五万，毋是因为人的关系，是因为上帝的关系。咱的信仰是建立伫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定死所留的宝血，也嵌伫咱每一个人，互咱有一个重新受赦免、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今仔日伫咱所读的经节内底，迄个变碎的圣经无记载任何一句话，圣经记载拢是耶稣怎样甲迄个变碎的讲。是啊，有可能伫咱的生活顶悬，咱已经互地甲讲袂出话，咱毋知影要安怎伫上帝面前向伊求讨，咱毋知影咱后一步要安怎行，咱毋知影孤单的时要当找啥物人，但是咱爱互相提醒。主啊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把握每一摆，咱的兄弟姊妹真侪主耶稣伫咱面前经过时，咱把握即款的服务。当咱无法度开喙的时，有别人替我开喙；但是当我看到有人无法度开喙的时，主啊，赦免我。赦免的意思是啥物？擦消我过去所有无好的，互我有重来的机会。主啊，赦免我，我行到一个坎站，无法度继续，但是恳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有一个新的坎站，行新的路。想要请问各位，伫咱今日所读经节内底所讲到的即个变碎，伫咱差不多读的经节讲到，耶稣甲伊讲。起来，摕你的仆仔转去。所以，即个变碎的真正起来，摕着伊的仆仔全转去，拿着他的褥子回去了。咱想看卖，若安尼，明仔载，即个变碎的，伊会当过啥物款的生活？他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咱想看卖，即个变碎的，伊好啊。伊本来拢倒咧，伊真会当爬起来啊，所以伊过的日子是安怎？
是好还是歹？你感觉过伊会过好日子的，请举手。哦，真济哦。啊，过伊爱过真辛苦的日子，请举手。哦哦，是安怎？伊做变水的时，有人甲伊同情，摕物件来互食。伊真身躯好啊，人要叫伊安怎？所以你做工课。所以啊，这个变水的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我唔知影，但是我伫这个中间有真侪思考。第一个，我想到，伫伊人生无阁有借口来可怜伊家己。伊必须爱重新去面对伊人生的问题，伊袂使找其他借口。第二个，伊爱面对生命的难处，包括有真侪时，虽然是迄世的朋友甲伊完成的，但是到日真，伊爱家己去面对。第三个，真正的问题是内心的态度，有时。人善，毋是逐项拢无。人善是心内欠缺。人的善，毋是真正无钱的善。人的善是心内欠缺饱足的善。所以有的人讲，说女人衣橱里面永远都少，衣橱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。啊，鞋柜呢？少一双鞋哦。啊，那男人呢？永远少，车库里面永远少一部车。所以，真正人心要得到满足，毋是在于你到底有偌济，是在于你心内富裕到什么款的程度。然后，这个瘸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无一定。因为伊必须爱面对伊生命，面对伊内心，然后除去伊人生爱得到幸福的脱界。亲爱的兄弟，咱是幸福的。当你伫即间教会内底，你不只有4个朋友，你看你边仔有偌济人，请你看你的正面，请你看你的倒面。请你看你的头前，请你看你的后面。当咱愿意用听来串起生命的结连，用基督的听来互相相听的时，你伫遮所有的不只是的朋友，你伫这个中间，你所有的比世间上界富有的人，还阁较富有。伫咱欠缺的时，有人陪伴；伫咱心痛的时，有人安慰；伫咱艰苦的时，有人陪伴。愿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疼，甲咱三个面顶，也特别愿上帝伊的怜悯，甲咱三个同在，也互咱伫所行的路内底，通有基督的疼，甲咱三个行，咱通把握伊伫咱生命中间的恩典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听阮。你不止相处4个朋友伫阮4周年，伫阮人生的阶段，你更加相处有教会中间济济兄弟姊妹，用三听来串联阮生命中间的需要。主啊，恳求你伫这个中间来彰显你的荣耀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来看见阮头前跑走的路障。求你拥壮阮的手骨，互阮通扶持阮4周围的兄弟三牵来行，求你拥壮阮的骹，互阮伫所行的路里，阮拢无软弱。愿你伫阮的中间做王，愿阮军队你到落尾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